你有记得把容车锁起来。然后它车厢的话，它车厢不像那台充电那种，它那个是闭嘴。对，然后尽量车厢不要放太满。它如果说比较满的状态下的话，就直接压着，然后转它，对，比较不会太压。然后，但是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侧柱啊，它的侧柱搬下来的话，就是对，然后没办法发动，你要把侧柱用起来。